龍蝦海鮮任食絕對冇呃人啊！你見到呢個 menu 嘅全部可以不停 refill， 4個鐘頭都唔夠食啊！首先睇下呢個附近嘅環境先，認住呢兩隻史努比啊，直行見到電梯口轉上去3字，上到嚟環境好闊落，靠近玻璃窗位，記得要預早訂。啲凳非常之大同舒服，絕對適合不同類型嘅聚會啊！首先行個圈睇下有啲咩食先，先有一啲開胃嘅前菜，然之後呢，再行前少少轉彎就有一啲生果啦，西瓜、哈密瓜、蘋果、香蕉、奇異果任揀，仲有一啲熱葷、炸芋絲蟹柳餅、熱辣辣嘅蒸點心可以隨便揀。再行少少可以揀一啲熱嘅湯麵，另外仲有一啲唔同嘅熟食可以選擇。鍾意食咖喱嘅朋友，呢度有唔同嘅款式，你哋可以揀。另外，全部啲人排緊隊係等緊，竟然係有鵝肝㗎，好多唔同嘅老火湯可以俾你慢慢揀。如果要試勻啲湯，都要花好多時間。之後仲會有一啲薑醋同埋翅啦，仲有一啲炸物。食到口渴可以嚟到飲品區，好多可樂七起飲飲，仲有限量供應嘅冰鎮鮑魚。忽然間有鑼鼓聲喎，發生咩事呢？原來係切燒豬時間，即場切，記得排隊攞一份試下。唔夠15分鐘又有第二輪鑼聲啊！原來係煮呢個深海龍躉翅啊！記得嚟排隊試返碗啊！日本控嘅我哋點可以錯過呢個壽司區呢？各式各樣嘅壽司都有。再行埋去個甜品區先，佢啲七彩繽紛嘅 cake 實在太令人心動啦！我相信我係時候要開始我第2個位啦。想試晒唔同嘅口味，到底要幾多時間呢？仲有椰汁粟米糕同埋我最愛嘅桂花糕，仲有其他各式各樣嘅糕點。4個鐘頭都可能未必試得晒所有嘅嘢啊！預備好嚟澳門上葡京嘅自助餐接受挑戰未啊？最後會限時供應龍眼冰㗎。想知道有更多好嘢食呢，記得 like and subscribe 我 channel。